位朋友大家好，咱這個影片呢是要來講2026年高等甲普通考試的行政學課程的分析。咱逐年攏甲大家講，就是你若是想要講去遙看覓迄當年的這個考試會考啥物款的主題啊，你會使去為迄年啊頭前已經考過的考試內面呢，伊的題目啊。咱一般誒攏講，過去已經考過物件啦，未來會閣再出現，所以毋是講伊考過你就毋免再閣甲伊管啊，這毋是正確誒。正確誒方式是講吼，你要考今年誒高等甲普通考試，咱今年頭前已經考過，包括着即個初等誒考試啦，新生誒考試、警察誒考試，伊誒題目你攏愛做過因為咧頭前出現誒物件後壁閣會出現尤其是講有咧準備即個申論題誒同學頭前誒選擇題內面咧出現誒物件，可能佇後壁就會佇申論題內面出現。所以咱今仔日即支影片咧是要來先討論講即個選擇題誒部分。你講申論題誒部分，敢有要討論誒？有吼。申論題誒部分，我着直接甲解題誒過程攏做影片已經放佇 YouTube 頂懸，大家會使去看。所以咱即個影片主要是做即個選擇題，因為包括着高等考試嘛有25題誒選擇題，所以呢，咱先為即個題目較濟誒部分誒來甲大家做一個分析，看講每一個行政學誒單元內面有啥物款較重要誒概念，伊安怎考即寡佇頭前已經出現誒概念，可能佇後壁誒申論題呢嘛會去出來。好，即支影片呢，甲我有閣創另外一支華語誒兩支誒內容呢是共款誒，所以你若是聽有台語誒，你就免閣開錢去參加會員聽迄支華語誒，因為兩支影片是共款誒，即支是特別做來，互有聽有台語誒人會使免費誒來去了解着講今年高等甲普通考試每一個單元考試誒即個重點。好，咱就照即個每一個單元呢部分分開來分別甲大家做一個介紹。頭來先呢是即個行政學的概論概論阮講若是25題內面就出一題無就袂出，所以概論的題目是真少。今年呢嘛是有題目啦，但是主要攏足基本的，包括着講咧考啥物叫做公共行政公共行政甲公共政策之間的關係是啥物公共政策是公共行政有啥物款基本的即個表現就是誠簡單哦，所以你小可甲了解一下就會使第二個單元叫做行政學的發展也是講行政學的流變。這是今年出題數量真多一個單元，所以你一定愛甲這個行政學的發展呢，甲創個好勢。其實咱看今年的題目已經出來的題目內面包括着為傳統理論、修正理論、整合理論，到當代 NPA、NPM 甲 NPS 甲地理其實咧題目攏足多，尤其是1960年代以後 NPA、NPM 甲 NPS， 尤其是 NPS 今年閣出現但是呢，今年有一個表現，就是講 NPM 甲 NPS 題目足多，可能會難做伙考，所以你一定愛清楚。傳統修正整合理論嘛是有考啦，就是可能內面的學者，尤其是Max Weber 逐年攏會考一定愛誠清楚。其他的物件呢，有當時就幾個時代創一個題目來綜合的甲你來問所以呢，這個部分呢嘛是請大家一定愛注意所以呢，今年行政學的發展，伊的出題的這個表現會使講是當代地理的部分為 NPM 開始攏一直考，所以呢，題目的數量是真多請大家一定愛甲創好清楚。過來呢，第三個單元叫做人事行政，伊今年無講考特別多嘛，無講特別少啦，就是伊原本就有一定的這個出題數量人事行政要提起大家，就是講內面的這個倫理甲這個課程也是非常的重要，包括着講咱基本的法律服務法甲這個中立法等等的這寡倫理相關的物件呢，是一定會出。
而且呢，可能閣會出甲2題、3題左右啊，所以你若是甲讀好勢哦，安尼即個會使講即個就結答會使開少少的時間啊，就甲即個分數攏甲 jump up 起來，包括着講即個行政的要來中立，公務員的服務啊，廉政倫理啊，利益衝突要來審撇啊，是公務員啊等等的即個法律的規範啊，請大家一定要配合着咱行政法律部分甲學起來。啊，另外呢，就是甲其他的法律較有關係，包括着講伊的即個制度的部分啊，也是講吼要安怎來去即個甲伊拍分數啦等等，嘛是有淡薄仔甲法律有關。啊，其他就是甲理論有關，像即個激勵理論啊、ERG 理論啊等等的部分咯，要安怎來去提升人員啊，佇咧做工課的即個動機啊，這嘛請大家啦愛小可甲注意者，因為嘛是足愛考的部分。好，人事行政嘛是有一定的出題數量，過來即個財務行政嘛是一定會出。你若是25題誒，即個高等考試差不多佇13題左右會出現。啊，伊題目數量無講介濟嘛，無講介少，啊是比即個人事行政閣較少淡薄啊。但是呢，嘛是一定會出。啊，幾個面向甲大家做提醒，第一個就是無共款的預算的制度啊，包括着講績效預算啊，即個 zero base 啊 budget 等等啊。但是這今年哪算考較少，但是愛小可甲看者，因為逐年攏有出。啊，今年這部分是考較少。啊，第二就是法律內面規範講咱預算的流程，包括着講要安怎來去編預算，要安怎來去審查，要來去執行。執行內面有足儕款的方式，包括着講第一甲第二個有備金啊，閣有即個你是用特別預算，還是講用追加的預算啊？即嘛是愛請大家做一個掌握。啊，尤其是講咱將是講看着講立法院啊，到即嘛也無甲今年的即個預算啊，甲審查完成，這是足坎坷的一件代誌啊！啊，這個考點就講，新年度開始啊，預算還未審查了，啊，到底要安怎處理咧？這過去就已經有考，啊，今年有這個新聞的事件嘛，所以嘛是愛小可甲看者。啊，第二部分就是今年考試的這個財務行政有一個特色，就是講吼，伊一寡主題的部分啊，真愛出。包括着講參與式的即個預算啊，還是講地方的財政啊，還是講即個政府要買物件即個採購的部分啊，今年題目會使講是淡薄仔較濟，所以若是有時間會使甲即個參與的預算啊，還是講地方的即個財政，閣較小可甲看者。好啊，過來是即個公共管理，公共管理題目無講介濟，但是今年啊，公共管理的題目攏集中佇即個什麼所在，就是佇即個績效的管理甲危機的管理啊，所以這兩部分一定要看好詳細啊，尤其是即個危機管理哦，咱今年閣看着講即個災害防救法啊，即個法律的部分啊，可能是去年即個花蓮的因素啊新聞啊，所以今年即個法律的部分閣出來啊，出足濟哦，所以今年危機管理災害防救法，那一定要甲頭熟啊！到底是中央還是地方要來佇災害發生的時陣啊，要來處理啊，一定要甲看熟，今年一定會出。好，過來就是今年題目上濟，嘛是過去題目上濟，就是組織管理啊。組織管理伊的靜態甲動態，你攏愛看好詳細。靜態就包括着講，組織的即個結構啊，要安怎來去分化啦，閣有無共款的類型啊，你攏愛創好誠清楚。非正式的組織一定會考的。動態部分包括着講組織的領導啦、交通啦、衝突啦，這部分嘛是一定會考。若是領導咧，內面有這個轉換型的領導咧，就是真重要啦。過來個這組織的文化來提升啦，學習型的組織。要安怎來去改造這個嘛是足經典的考點啊，今年嘛是有機會。另外要來甲大家做一個提醒，就是講組織管理啊，最近有一個趨勢，就是講，伊的實務的部分啊，較題目數量有較濟哦，就是包括着講甲治理啊、地方的制度啦，還是講政府的組織要安怎來去處理就包括着講行政法人、獨立的機關等等的，這是
即幾年考較濟。會使講，閣有另外一個表現，就是講，咱之前有甲大家討論過即個情景題即項代誌啊。今年其實伊是無特別宣布講吼會出還是袂出，但是咱為過去的即個題目內面看到講，其實已經有即個表現啊，就是即個情景題部分，伊要考一個概念，甲組織管理有關的概念，伊袂像過去干那來描述講即個概念是安怎叫你選，即擺給互你一個情景問你佇即個情景要哪來去配合着講即個概念的意思。好，最後咧一個單元叫做公共政策，公共政策今年的題目嘛真多啦，所以使講今年有3個大單元，就是組織管理甲即個行政學的發展，閣有公共政策。公共政策考的物件是誠多哦。咱講一定會考的，包括着講政策的類型政策的問題、市場的適能閣有即個政策咧執行的過程當中，無共款的工具甲即個即個決策的方式等等再來就是講咱政策的主題，包括着講無共款的參與者行為者像即個 NPO 一定會絕對會考的，嘛請大家咧小可甲注意一下。這就是今年公共政策要來甲大家做一個提醒的。好，所以咧，咱會使講每一個單元有啥物款重要的概念，其實攏差不多，只是講伊的考法你愛小可透過你家己的練習甲創學性若是出現的時陣咧，你就袂講安尼毋知要安怎寫。所以咱今年行政學考試的重點毋是干那講會曉去背這已經無效。咱講幾啊年啊，咱重點的就是講會當去分辨會當去應用，會當去連結無共款的制度概念甲情景這就是今年出題的這個趨勢，會使講甲大家做一個分享，甲這個討論的部分。你講哪會無這個複習？因為這是最後的時間咱只是甲每一個單元較重要的概念，甲大家講講一解你若是拄則聽咧，啥物款的所在，你感覺講你閣無熟，你就轉去課本閣甲看熟就好。重點就是愛用理解，毋是用這個用背是無效的哦。好。最後咧，這個申論題部分，咱閣再一次來甲大家做一個提醒，就是講頭前選擇題內面會出現的物件，可能佇後壁會跳出來變成這個申論題，所以你的選擇題一定愛小可甲看一下，甲寫一下，這是絕對會使來互你去省着講後壁申論題考點的物件。好，以上就是這個影片要甲大家做的討論，希望對大家佇最後的時間的準備咱的行政學有幫助。好，其他的學科你若是有問題，會使來傳這個信息來我的 IG，就祝福大家會使今年考試最後的時間一切大順大利哦。